Hello， 欢迎收看《高高讲客吧》，我是敏华。如果大家想要到客庄去看风景、老公景，又不想要自己开车，现在呢可以搭火车到火车站，就有巴士可以接驳。生活乐事带大家呢去老公景喽。比出大大的赞，台湾公巴跟里航沙合作，宣告浪漫台3线的特色行程正式启动。未来将透过32条路线，带大家到桃竹苗还有台中4个县市游览客家粽。来，欢迎各位今天搭乘台湾观巴啊！我们今天要去的是浪漫台3线。第一站新竹北埔，让大家哈茶逛一逛、走一走，吃客家点心，还能够喝喝绿茶，品尝与众不同的客家给米西。像是在新竹的邓南光影像纪念馆，搭着台湾公巴也能够到此一游。复古的胸片，复古的陈设，很多民众走进来就舍不得离开，就可能担心没有办法品茶。但有了台湾公巴，大家就可以在车上好好休息。下车好好离航。那可以看到刘大哥其实呢常常带游客到处去看风景。今天要教大家的客家单字就是看风景了。看风景的客家话叫做老公景。老公景，大家记得哦。如果可以的话呢，就可以搭乘我们的巴士去老公景喽。4个人就可以成行，利用台湾公巴凑巴士去老公景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跟着敏华呢，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个观光巴士。其实呢，它遍布在全台湾各地哦。透过这个观光巴士，我们可以深入到台湾的各地来去深度旅行。当然了，我们认识了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看风景，老公景，老公景。第二个，观众朋友一定要学起来哦，就是旅行社，里航沙。里航沙。第3个，我们来学到一整句话哦。来看到这句话就是搭巴士去看风景，坐巴士去老公景，坐巴士去老公景。你把这个学起来之后，也许你下一次在不同的地方搭着观光巴士的时候，也会听到这客家话哦。记得了吗？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